我哋為咗答謝各位嘉賓呢，我哋有請 Mabel 幫我哋致送紀念品俾台上嘅講者。首先有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公司註冊處處長鍾麗玲太平紳士。跟住有請香港會計師公會會長何超平先生。最後有請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黃國龍先生。好，唔該晒各位。會長請留步。我哋影個大合照，明唔明啊？好，唔該各位。好，會長請留步。依家就請會長為我哋致送紀念品俾 Career Forum 顧問小組主席以及成員，以及工作坊嘅其他主持人。而家有請香港會計師公會副會長及 Career Forum 2015顧問小組主席陳美寶小姐。而家有請其他小組成員，包括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事務所金融服務高級經理朱懷忠先生。有請富邦銀行第一副總裁及投資主管鄧耀龍先生。有請 QP 畢業生代表鄭展霞先生以及李善婷小姐。跟住有請各個工作坊嘅主持人，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副會長張永嫻小姐、匯豐銀行、環球銀行中資企業總監張學欣小姐、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江志交先生、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羅富源先生，以及港燈電力投資有限公司財務總監黃建文先生。好啦，咁而家再有請剛才嘅工作坊主持人再一次上台影咗大合照，包括陳美寶小姐、張永嫻小姐、張學欣小姐、江志交先生、羅富源先生以及黃建文先生。請你一齊上台影張大合照啦。
好，請各位嘉賓留步下。我哋而家亦有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會計界議員梁繼昌先生，以及有嚟參加 luncheon 嘅各位理事、committee members 以及 directors 一齊上台影張大合照。有請梁議員、各位理事、committee members 同埋 directors。各位嘉賓請留步啊！唔好意思，我哋仲有第二張大合照喎。而家我哋有請今日有嚟參加各個工作坊嘅講者一齊上台影張大合照啊攝影師哥哥夠唔夠闊？影唔影到？好，各位嘉賓請留步啊！而家我哋最後就會邀請我哋今日嘅各大院校代表以及工作人員一齊合照。佢哋為今次活動付出咗好多心機同時間，我哋應該好好多謝佢哋嘅。各位工作人員，一齊啦，MC 一齊。好。我哋包喺後面。OK， 另外再請埋其他工會會員，包括 CPA 上台一齊影相啊！好，唔該各位。這不是在這邊。
多謝你學生。好，唔該晒各位嘉賓先。Mabel 請留步。抱歉啊，仲有2個獎要你頒啊！好啦，咁啊，同上年一樣，我哋設有一個特別獎，鼓勵各個院校嘅學生代表為我哋工會推廣 Career Forum 呢個活動。而出席率最高嘅嗰間院校嘅所屬代表，就可以獲得到10張海洋公園入場券，而且係特別係哈魯嘅入場券添。以多謝佢哋為籌備同埋宣傳今次嘅活動所付出嘅心機同時間。咁啊，結果喺我手上，其實你估下邊一間呢？哦，冇人想係自己嗰間啊！咁唔緊要啦，即係我都係照講嘅咧。好啦，咁今日出席率最高嘅院校係香港咩啫？咳啫嘛，我飲唔夠水啊嘛，係咪？咁啊，我再講多次啊！今日出席率最高嘅院校係香港中文大學。請香港中文大學嘅學生代表，亦即係 Kusa 同埋 Basil 嘅學生代表上台領獎啊！除咗恭喜之外，唔知講咩好添。哇！係。好啦，咁而家 Mabel 手上有一張紙，嗰張紙就係咧我哋啱啱投票話最 like 微電影嘅結果。咁啊，結果就喺佢手上啦。咁我哋就請 Mabel 為我哋公佈邊間院校嘅學會，亦即係邊一段片可以得到呢個終極大獎，攞到價值2000蚊嘅電影禮券啦。係咪你哋嘅院校啊？邊間啊？你覺得邊間最好啊？自己叫自己叫一叫自己院校個名好唔好啊？嶺南大學。嶺南有人叫嶺南，邊間？仲有邊間？大家都好靜。公佈咯喎，好嘛？應該知㗎咯，嗬？因為你哋有份投票㗎，就係微電影2轉捩點。香港理工大學 Accounting and Finance Society 嘅，恭喜晒你哋！即係恭喜啦！